大家好，上次 Cat TV 教室教過大家點樣陪笑，今日就教下大家唔同嘅刷法。第一類，呢類人會用盡一切方法第一時間搏出位，稍一不慎就會刷咗。屌你，男人老狗開汽水都唔識抖嚟啦！你冇事啊？第二類，呢類人會刷得好有爆炸力，喺短時間內將刷味推向極致。真㗎，你唔使驚喎，嚟啊！嗱，唔使驚，你睇住啊！嗱，睇住啊！我紙巾啊！唔該。第三類，呢類人刷撚懵懵到一個地步，根本唔知自己刷緊，活喺無知同埋快樂之中。喂，行得咯喎，行啊！唔係喎，做咩啫？你心口嗰度咧，我塊面有啲咩啊？嚇！喂，行啊！是但行咯。第四類，呢類人相信唔使多講，我哋大家都睇過㗎啦，亦都唔敢再睇。歌手關菊英，我覺得實至名歸啦。其實我好中意聽你啲歌㗎。關菊英喎，我哋嚟恭喜佢㗎嘛？唔緊要，嚟啊！3、2、1，影張相先。OK， 冇問題嘅。好，麻煩關菊英過嗰邊表演啦。第五類，呢類人佢哋會唔止刷一次，而係一次又一次以生命換取刷的意義。關楚耀 ，yes， 就係你啊！我好中意聽你啲歌㗎。關楚耀喎，你又唔係我咩？你又嚟恭喜佢啊？唔緊要啊！好3、2、1，關咩啊？你係關心妍啊嘛？希望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大家都識得分辨唔同層次嘅刷頭啦。多謝。